大家好啊！又嚟到我西貢阿希呢個頻道。今日介紹一間鄰近康湖居嘅中層單位，700尺3房設計，租金8800蚊。可以養寵物，光纖已經到咗啦，有光纖，3房設計，租金係8800蚊，業主求個好租客，價錢就可以再商議嘅價錢。有興趣嘅就聯絡我啦，多謝你收我呢個頻道。